粉水晶，它是水晶界少女心的代名詞，但你知道它的粉紅色是怎麼來的嗎？粉水晶的成分是二氧化鈽，在形成過程中，它微量吸收了鈦、錳元素，在高溫和高壓下，這些元素讓水晶染上了粉紅色。粉水晶主要來自巴西、馬達加斯加和莫桑比克，部分內部乾淨清澈的，適合做飾品；部分帶有白色紋理的，俗稱馬粉，質感特別。粉水晶裡面經常有霧狀的棉水、細微的冰裂，這是它的天然身份證。品質較高的粉水晶完全無瑕又顏色均勻。粉水晶被視為愛的象徵，常被雕刻成飾物。它的色調溫柔百搭，無論是做成手串點綴手腕，還是當成腳邊擺件，都能為日常增添一份柔和氣息。想了解更多，關注我們。